喺教會有服侍啦。其實咧，我嘅工作都係做緊一啲教會嘅服侍。咁咧，有冇人聽過咩叫友師計劃啊？有嘅舉手。即係有嗰啲咧，應該係一係有參加過，一係就自己有參加過，一係就有做友師啦。係啦，咁我係做緊啲友師計劃嘅。我做緊嗰間機構係做友師計劃嘅，好多時候。咁咧，我係負責統籌8個 project 嘅。咁我覺得好痛苦嘅。8個 project 有接近100幾個弟兄姊妹。即係好坦白地講咧，負責協調啲弟兄姊妹係最辛苦嘅。因為每一間教會有每一間教會嘅行事力，每一個弟兄姊妹有每一個弟兄姊妹嘅行事力。當我上司話 Rocky 啊，2025年9月開始本身我睇4個 project 嘅啫，即係2025年嘅9月之前我睇4個。佢話我哋人力重新整合8個兒童發展基金嘅 project 俾晒你睇，因為你好有 passion。你最願意接觸教會，我就企嗰度黐線，我死啦！阿老闆，你唔加嘢俾我做，我已經多謝你唔少。你仲要我睇晒8個 project， 而我機構係人手少咗嘅，走多咗個得力助手添。上帝點做啊？差啲想諗，咦 ，high soul 個海都幾好，我落去游下水先，清醒下個腦先。冇啊，冇得搞，因為冇資源請人，係啦。咁啊，任何人都做得友師嘅，但係我好想教會接觸佢哋。其中一樣嘢都係20年前阿牧師講嘅一句説話嘅，教會唔做，咁咪黑社會嚟做咯。即係葵涌區、屯門區、沙田區，即係教會唔做，咪黑社會做咯。但係我好想教會做啊，弟兄上帝，咁我真係祈禱。我好捉住一句説話，我唔需要揾晒100幾個人，我淨係需要揾到關鍵嘅人。即係蘇牧師就識得當牧師啫，我唔識牧師噶嘛。咁但係上帝話我揾一個幫我揾一個，啲牧師揾唔到人就揾另一個牧師幫我揾人。感謝主，呢個係上帝你話俾我聽，嗰啲基層嘅家庭嘅呼聲好痛苦啊，佢好想有人幫，但我唔知點做。嗰段時間我最痛苦嘅，因為又返緊學，咁啊老細又加緊嘢俾我做，因為我掛住返學，又要做嘢，因為我要夜晚有陣時要返工，我連我嘅服侍，可能我牧養嘅年青人我都要放一放低，因為我真係命都冇咁滯。咁但係上帝喺我喺交戰嘅期間呢，佢不停俾一啲見證我，係唔係啲弟兄姊妹喎，係啲牧師傳道打嚟 ，Rocky 啊，多謝你啊！你喺我嘅教會對住我不辭勞苦去關心我啲弟兄姊妹做成點？係一間教會係由0嘅小朋友，因為我哋呢家做緊係小學，0小朋友變成呢家有10幾個小朋友，並且有一個家庭洗禮。嗰係男人嚟嘅添啊！哇，主啊，多謝你一個啫，都係一間教會。臨過30號有一個退休牧師打嚟。唔好問邊間教會啦，都唔細嘅教會。佢退休，佢話我退休之前呢，做到有啲冇人啊，就係間教會好多活動都只係搞俾信嘅人，交俾自己嘅弟兄姊妹。但係佢話我今日 join 咗你呢個計劃，雖然係退咗休，我只係帶咗一個姊妹，但係我真係覺得我關心緊基層嘅家庭，我能夠同佢用個心去相處。我有咩意義呢？點解要講見證？我覺得其實慢慢我做到都，我只係想有人幫，我只係想啲弟兄姊妹。但係其實我唔知啲弟兄姊妹有冇得着，甚至乎其實我12月頭俾人嗌咗去一間教會被溝通，佢覺得我哋做得唔夠，佢覺得 Rocky 做得唔足夠，咁就溝通捉咗我哋幾個同事上去溝通，點解你哋幫唔到手？咁其實我係好唔開心嘅。即係心裏好痛苦嘅，覺得我做得咁盡嘅咯，我真係命都壓埋，我連我服侍都擺埋嘅咯，咁我仲可以點啊？上帝，我真係唔知，但係上帝話唔係啊，有人我啟到並且有見證做緊，咁我覺得弟兄姊妹原來呢，真係我哋有啲服侍，我哋真係唔知自己做咗做為乜，可能見唔到，但係呢，上帝話我係信實嘅，我係真實嘅。你信靠我嘅時間呢，
你謙卑禱告，上帝會按時結果。所以咧，我想喺度講見證啦。其實我好少喺弟兄姊妹或者同我老婆會講多啲我嘅工作，但係我好想都分享，其實可能喺你嘅生命裏面，你嘅工作裏面都有嘢做緊。咁咧即本交俾上帝，上帝會將佢開花結果嘅。不過係按佢嘅時候咯。謝謝主，多謝主。係我唔知點樣收尾，因為我係主席。